又搁有走私活动啊，来看咱的海巡署呢是发现走私集团甲中国越南合作，涉嫌走私保育类的鸟啊等等。这当中根据调查，已经有轻的这两个数量已经有几若千粒，通去赚上千万遐尔济。落尾专案是移送立港地检署侦办。然后它现在使用白色的布石覆盖，那其外观与我们的目标物品疑似。海巡署人员全程监控走私集团伫马祖将不并物以米小大卖店的茶叶包装，为港口一路运送到海上的浦东平台。南海运为金门机场也一路在监控活动，查手警官直接就这俩人。这个卫生纸里面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好，那没关系，你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哎，对啊，对啊，这是什么？啊，蛋哦。海巡署、警方军署连共17队，接到线报，咱国走私集团甲中国参越南等不法分子结合，为东南亚国家买果及保育类用果的受精卵，搁一过来合法用市场作为掩护，涉嫌将这寡保育类禽鸟甲受精卵透过机场，也是渔船接驳的方式走私入境出境。2024年6月，伫马祖地区查获走私保育类用果受精卵1047粒，今年1月伫金门查获599粒，3月透过国际合作，搁查获超过600粒走私到越南。走私受精卵数量高达数千颗，出库不法利益高达上千余万元。全案均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连江地检署侦办。海巡署强调，各国将禽流感防疫列为重要工作，为了保障国际保育安全，海巡署会继续执行安空专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